Hello，大家好。喺度睇翻菜心嘅情況，非常之健康，特別呢棵真係好靚，完全冇落過農藥，所以都會有啲拗，有啲窿，但冇問題。咁就睇翻係時候收割，因為啲花都開始黃色啦。跟住呢，收割呢，呢啲位呢，就留翻下一轉，所以就唔割到，咁啊割到呢度就算數噶啦。雖然係好食個底部，但係都冇辦法啦。非常之快啊！4月28號落種子，跟住變咗苗，再轉過嚟呢度。葱其實都大棵咗好多，都可以食。螺絲瑪利薄荷葉嘅之前啲花啦，紅菜頭亦都長大咗好多。最新就想種呢個番薯啦，特登買啲油根浸下去睇下得唔得，因為可以有番薯葉我嚟食啦。太陽花啦，高咗好多啊都。跟住去返呢邊士多啤梨，亦都出緊嚟㗎啦。啲士多啤梨呢度係俾啲貓擲咗落去咯，無啦啦呢兩棵，唉，本身好地地，呢度都相當之多，有花結果就係嘅。呢邊未嘅，因為我移植咗，有少少咯。呢個係咩呢？呢個都犀利，佢係薯仔嚟嘅個底，薯仔起根種咗落去6粒嘅啫，6粒新薯仔。當佢有花呢，就有薯仔㗎啦個底。最期待粟米，落咗2次種㗎啦我，非常之大。第2次終於標芽啦，開始越嚟越好，但係應該都要下年㗎啦。至於呢個係咩呢？就係驅趕啲貓，但我冇開到，所以就零零舍舍咁嘅情況。